各位乡亲啊，霹雳布袋戏的第一男主角苏焕真，背后配音的大师黄文德、王成乐，45年生，享受66岁。讲去年身体就来出状况，因为心梗塌住院开刀。黄文德是黄俊雄第2个后生，是黄海台的家族第3代的成员。因为音色、声音会当有真侪变化，所以封一个外号“八音才子”。为苏焕真发声30档，是布袋戏的配音界排第1的头人。当离开了，是布袋戏界的大损失。家属将要举办纪念展，让戏迷来追思这位布袋戏的配音大师黄文德。本性本性，宛如专都是专情，脑中心思做满，相合不如万变天。江湖妖物30载，千音散尽还不来。霹雳布袋戏第一男主角苏焕真必战不死，死而复生。演播伊的配音大师黄文德却是不得病魔，无力回天，行完66回人生。亲人将举行纪念展，让戏迷追忆伊为布袋戏付出的一生。我叫不知其人，你就放心做好吧，我会保护你。苏焕真。今年初上映的布袋戏电影《苏焕真》成为黄文德伊永别之作。当时为了追求完美身临其境，3天3暝拢无困。年轻的苏焕真可能半形半形也半仙，专如专都是专形。后来有了年纪，半形半形也半仙，专如专都是专形。虽然伊声音的演出写如破得入围2022年台北电影节杰出的技术奖，不过黄文德飘然婉拒未赴参加7月7、9的颁奖典礼。检查部队来人，准备推车启停。苦海女新娘是黄文德可能配音的第1个角色，身为布袋戏大师黄海台后代，伊甲兄弟对老爸黄俊雄拢伫人布袋戏35年来。大汉的黄强华靠到编剧，细汉的黄文德搞配音，竟然封为八音才子，无人能出其右。伊甲兄黄强华联手打造霹雳布袋戏，伫婚姻好尾做规场平摄影平，和布袋戏行向国际。为你所害之人偿命。尽管对方改讲华语。去美国布袋戏嘛变稀罕。头一出布袋戏电影《圣教传说》。台前一群人的江湖，幕后一个人的武林。老人、囡仔、好人、歹人，黄文德这一生敢若扮好一个人，一个无怨无悔布袋戏的传人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